踮伫圣城耶路撒冷，伊9个踮城。第2节，既若家己甘愿来踮伫耶路撒冷的百姓，拢互因祝福。读到遮，今日要来请连传道书，今日的题目是“赐我转来”。咱将时间交互传道书。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我是代表花莲大专到遮来甲大家来请安报告。我想这嘛是真特别的机会。透过今日的分享，咱会当来关心都市以外的大专大学生的福音事工。嘛趁这个机会，咱会当来关心家己教会青少年的人生甲生活较特别是今日我嘛转来，甲大家斗阵来敬拜上帝。咱开始分享的大心，咱相共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神即嘛会当甲阮来同在，拍开阮的心，会当对你的话语的中间得到生命的开展。阮的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若是有人问恁讲，你的故乡伫倒咯？若是你是厝外、食头路，还是读册的人，你久转去你的故乡的时阵，毋知影大家会有啥物感觉？我伫大学的时阵，我去新地来读册，迄个时阵我真无爱转来淡水，为虾米呢？除了我感觉讲每一礼拜我拢爱开钱开时间转来淡水，我感觉足浪费的以外迄个时阵拄好淡水开始发展观光所以迄个时阵伫老街若是伫淡水内底有真侪的建设拢换新。我迄个时阵阁有印象，伫老街内面有真侪老的店拢翻新有连锁店入来，嘛有真侪文青的咖啡厅入来老街。亲像所以老街开始有侪的变化。淡水嘛因为发展观光的关系有真侪的基础建设来建设，亲像今年就是淡江大桥嘛完成阮爸爸阮转来阮爸爸带阮囝一礼拜去看5-6届所以我想讲听讲那个淡江大桥起了就是轻轨要继续去嘛，经过听讲会经过老街，经过咱教会所以我想讲，淡水嘛会继续发展，嘛会愈来愈侪人来淡水来耍，来住伫淡水。所以我想嘛是因为安尼，每一届我转来淡水的时阵，我有发现讲，淡水离我细汉的印象，迄种古色古香充满人情味的那种小镇的感觉，愈来愈远所以逐摆转来，我就感觉讲，虽然是转来故乡。但是，仲爱面对一种搁较兴奋的感觉，好亲像这个感觉不断咧提醒我讲，虽然我转来我家己原本的故乡，但是我嘛失去原本大汉的所在。毋知影大家有即种感觉无？我想即种心情，可能就亲像讲，受掠的犹太人，因为波斯。转去到耶路撒冷的心情共款，因虽然毋是出去大学读册，离开4-5年尔，犹太人因对西元前587年受巴比伦狩猎，到西元前538年才第一摆有一批人转去耶路撒冷，中经过要50年的时间，就亲像你国中的时阵。15岁的时阵受掠，65岁退休拄好转来，迄种你细汉的时阵，可能你咧耍，可能去买物件的柑仔店，你细汉耍的公园拢已经无去啊。所以我想，耶路撒冷对即群离开狩猎搁转来的犹太人来讲，嘛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所以，忘唔着犹太人因转来，
但是转来即个家，却毋是原本家的所在。但是耶和华爱因转去因的故乡，伫即个所在开始安怎？开始重新敬拜上帝的生活。咱今日读的经文伫利希笔记的中间吼，即款册可能大家咧去读的时阵较少咧读着。利希笔甲以斯拉通常是放做伙来读的，即两卷册是讲受掠犹太人因转去到耶路撒冷了后，重启圣殿甲城墙的故事。所以咱来看的时阵，你会发现讲，以斯拉内面是记载重启圣殿的过程。咱今日读的利希笔就是城墙吼。所以咱今日读的20年真短，但是毋知影拄则大家咧看的时阵，有发现讲，有一点冲突的感觉。经文是安尼写：百姓的领袖住伫耶路撒冷，然后因用抽签来决定，伊的百姓谁人爱住伫城城内底。咱可能会想讲，住伫耶路撒冷应该是一个安怎真荣耀的代志嘛，吼，因为伊离圣殿足近的，佫是犹太人的首都，一定有安怎真侪啥物资源甲建设。住伫内面可能就是住伫台北市共款吼，应该是大家拢安怎跃跃欲试、抢破头吼，最后只好用抽签来决定讲，啥人是即个幸运儿。但是咱咧读第20的时阵，咱就会发现，小可怪怪。经文强调讲，所有资源要去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拢安怎，互伊祝福。嘿，咱会当想看卖啊。既然大家拢想要去住伫城城，大家拢应该是自愿的，敢毋是？安尼为虾米搁爱强调讲自愿的人爱受到祝福即个代志呢？到底是虾米款的情形？我会记得我要做兵的时阵，人爱拢爱去安怎？去区公所去抽签嘛我迄届有大概2到3支的那个海陆签做兵的伤惊抽到海陆签所以虽然无真多但是伫迄个空间内底你嘛是会当感觉大家拢足紧张的当迄个公务人员要出来抽签的进程迄个承办人员拢会问讲，敢有人要安怎自愿要去做海陆兵的无我们那一梯刚好有一个人伊就抓手讲伊要自愿。迄个时阵安怎？大家拢真欢喜甲伊拍舞因为大家拢安怎无想要去做海陆啦，所以有一个自愿的人出来，就代表减一支安怎，减一支签，所以大家拢安怎，深深的互伊安怎祝福，深深的互伊祝福，甲伊拍舞因为安怎，伊自愿来做即个海陆兵。所以讲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住伫耶路撒冷的即个代志。可能毋是一个好的选择，大家毋是跃跃欲试大家可能是讲上好莫是我，上好莫去，所以最后是无人要去，只好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讲，啥物人爱住伫耶路撒冷，就好亲像男生做兵共款，愿意做海陆愿意去住伫城城内底的人，大家拢安怎，互伊祝福，互伊欢呼所以咱会当往头前若是有圣经，你会当掀到7章40的所在伫遮就有短短描写讲耶路撒冷的状况。7章40讲，城中的百姓真少，厝嘛还袂起做。所以迄个时阵耶路撒冷的状况，实际上比咱想象的搁较安怎，搁较凄惨利希笔记载的时间，是犹太人第3届转来耶路撒冷，伫西元前445年。所以伫迄个时阵，拄讲头前讲的第1届转来的时间，从第1届转来到第3摆转来，有要100年的时间。100年的时间，足足完成圣殿甲城墙，城内拢还袂起，开始起造百姓的厝。所以看起来，耶路撒冷的状况其实无介好所以即嘛有一寡考古的研究发现讲，伫巴比伦统治的时代开始，耶路撒冷就安怎，就真破败
城墙内底加城城内底加上伫四周围的人，差不多才3000外个人哦，3000多人而已。颠倒是北部犹太山区有人种植，有橄榄，有葡萄园，搁较济，颠倒有搁较济个人住伫遐，是耶路撒冷的3倍以上哦。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伊到尼希米的时代，可能无亲像咱伫耶稣时代对耶路撒冷的想象哦，就是城市就老地个，也嘛有真侪人吼。其实咱将尼希米的耶路撒冷看做是一个废墟，可能比较贴近那个时候的现况。所以咱讲到遮，咱就会使去想象讲，咱为虾米11章的10到20会讲爱用抽签来决定啥人爱住伫城墙内底，搁互资源的人祝福。因为若是会当选，啥人要住伫即个啥物拢无的所在，若是你是原本无受掠留伫本地的犹太人，你可能一直伫安怎？你可能一直伫山区，你有家己的葡萄园，你有家己的家庭，你已经有你惯习的生活方式啊。是安怎？我爱住伫即个啥物拢无的所在呢？迄边连一个住的房子都没有。若是对受掠转来的犹太人来讲，特别是第三摆转来的人来讲，因至少安怎？因至少伫波斯生活有100年的时间。转去到犹太地，虽然是安怎？虽然即个耶路撒冷是民族的故乡，但是第三届转来的人，伊是安怎？伊是伫波斯迄边大汉，敢毋是？伊是伫波斯的街道迄边耍，伊是伫迄边的公园来耍。所以对波斯大汉犹太人来讲，波斯才是因的家，敢毋是？是因熟悉习惯的环境，啥物拢无的耶路撒冷，敢真正是家？如果是家，伊嘛是一种互人非常兴奋的家，敢毋是？所以对受掠转来犹太人来讲，转来到即个耶路撒冷，登去圣殿、城墙，到底是转来，还是出外咧？离开生活足久的波斯，转去到破败不堪的耶路撒冷，出外甲转来已经分袂清楚啊。所以这是非常冲突的代志，但是这种冲突，互咱来思考讲，到底家是甚物？我想讲到家，咱会想到讲是咱自细汉大汉生活的所在，所以会有家庭，会有故乡。若是搁较深的想，家不只是一个群体，若是抽象来讲，家嘛是一个人建立家己身份认同的所在。所以耶和华去感动波斯王，互犹太人转来。头前来看，可能是一个很残忍的代志吼，因为每一个人拢爱离开家己大汉的所在，出外到一个破败的耶路撒冷来生活。但是上帝旨意是啥？上帝旨意是爱犹太人转来到即个灵性的家，来登起伊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上帝带领犹太人转来到耶路撒冷，重新建立因对家己的身份认同。啥物身份认同？就是犹太人因是上帝拣选的子民，是上帝所喜爱的人。因的性命爱住伫上帝最中心的厝内面，毋是伫波斯。所以咱来看以斯拉甲尼希米记内面，犹太人头一个起的是啥？毋是家己的厝哦，是啥物？是圣殿，是上帝的厝。所以咱过来看，因国圣殿起了，伊讲来起城墙来保护即个圣殿的耶路撒冷。因毋是看重家己的厝，是看重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犹太人转来到，虽然是一个破败的耶路撒冷，伊可能嘛象征犹太人因的破败的灵性。因登起圣殿，就是登起因的信仰灵性的家，
爱用信仰也做家己身份认同的根据。所以倒转来看头前的问题，犹太人转来到耶路撒冷，到底是出外，还是转来？我想我的答案是两个拢是吼。上帝呼召犹太人出外，离开原本已经习惯的生活，目的是啥？伊爱因转来到耶路撒冷这个破败的所在，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因受伤的人心，因爱重新起造人生的家，重新甲上帝来建立关系。所以真趣味吼，出外是为着转来，并且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明白家己，建立家己的身份认同，知影我是啥，以及回答咱到底是啥。所以出外甲转来这个主题嘛，真符合大专事工的处境吼。大专的福音事工无定定是为大学生传福音，伊嘛有真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接待出外读册的教会的学生。大学4年，这个学生嘛，亲像出外的过程中间，因爱超找因转来的路，特别是伫信仰的顶面。怎样讲呢？我想伫台湾，真特别吼。大学对台湾的学生来讲是一种讨伐，为虾米？因为伊已经离开因的父母啊，因毋免阁听因的父母讲，你爱几点困，你爱几点起来，你爱做啥，你爱做啥。伊去学校的时阵，伊会当安怎？伊会当决定家己的生活吼，伊会当决定伊家己要去选啥物、上啥物课，伊嘛会当决定讲，我今日敢有要去上课，嘛也是伫眠床顶面困吼。所以学生嘛，伫即个过程中间，开始透过家己的价值观来做选择。虽然学生无一定会想到讲，伊嘛爱为家己的选择来负责任啦。我有差不多是7月的时阵开始有迄个成绩单已经出来，我有学生8学分啦，玩太凶了只有8学分有过而已嘛有学生伫暑假内面安怎分手？为虾米？伊爱为着家己选择的男朋友跟女朋友怎样来负责任所以真特别是大学看过是一种讨伐，但是伫大学的过程中间，学生嘛透过家己的选择来建立家己的身份认同。学生的价值观会伫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间重新来调整。价值观决定咱要接做啥物款的人，决定身份认同，决定我到底是啥。当然，信仰嘛伫这个中间诚做一个选择。所以伫大专工作者的经验内面，教会大汉的囡仔，就算是安怎，你高中、国中有去教会的团契聚会，但是去到大学无一定会去教会的，嘛无一定会去团契为虾米？因为我一世人拢伫教会大汉的。我大学4年，我总算没有爸妈管了。我跟上帝请假4年，应该不过分吧？所以大一找无人是真正常的代志所以伫大学1年的时阵阮工作者拢爱去安怎去掠学生拢爱去北京教会来聚会看敢有学生伫遐所以这是真特别的代志。我家己嘛经历这个过程我大学1年的时阵我嘛无去团契为虾米？可能有看我大汉的囡仔就知影，看我大汉人就知影我伫少年团契时阵，我的辅导是写我爸爸，所以我若是无去团契我就无法度转去所以我伫高中、国中的时阵，我就是要爱乖乖去团契聚会嘛但是到大学的时阵安怎爸爸妈妈伫淡水我伫实地的时阵嘛无人甲我管所以大学1年的时阵就是安怎打电动去外口耍去唱 KTV 虽然团契的学长学姐有打电话给我但是我会安怎应？我就讲今日无闲呢我今日头痛无法度去聚会呢学校有代志呢明仔载有考试我爱读册呢安尼一边听迄边听，反正就是身躯无介好啦这当然拢是理由，但是嘛是一种安怎，嘛是一种借口。
真特别是1年了后，有一天我就问家己讲，安尼，这个信用对我来讲，敢若无介要紧呢？为虾米？因为1年内底，当我会使家己决定的时阵，我根本就无选择信用，敢毋是？信仰，我不止没有选择信仰，信仰还怎么样？不在我的选择题里面连选项都没有出现所以我嘛想，所以我才想着讲，安尼我细汉去教会，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去的。安尼信用对我来讲，到底是啥？所以当时我问我家己这个问题了后，我才决定去团契。但是我去团契理由就无共啊！我去团契，毋是要去做啥物，毋是要去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去团契是啥？我去团契是带一堆问题转去，我要去问我的牧师，我要去问我的辅导，为虾物？因为我要去挑找讲，这个信仰到底对我的关系有啥物咧？若是甲我的性命无关系，安尼，这个信仰就毋免阁信啊，敢毋是？所以真趣味的是，我是第5代的基督徒，所以大家看我是啥？大家看我是血统纯正的什么？属灵血统属灵血统纯正但是就算是属灵血统的纯正，但是面对我的信仰甲信仰的时阵，我嘛是亲像第1代基督徒共款，我爱去挑找我甲上帝的关系是啥？就亲像犹太人讲，毋是，因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但是因嘛爱伫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刻挑找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真趣味，我到大学的时阵，我才开始思考信仰甲我的关系是啥。所以我伫出外的过程中间，挑找转来的路。伫这个过程中，重新来认识家己是啥，重新建立家己伫信仰顶面的身份认同，挑找我是啥，以及咱是啥。所以参加中青团的其实嘛，拍开我的视野无论是对台湾基督教教会的认识，对台湾历史、各种政治、社会议题、神学，甚至是自古的认识，中青团对我来讲，有互我真大的空间去选择，互我有真大的空间去问真侪刁钻，甚至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一直伫问题中间去摸索我的信仰到底是啥。所以我嘛做大专中心的工作者所以来看迄个时阵的牧师，我嘛感觉伊的心脏也足大的迄个大专中心的牧师，伊毋惊我出外离开，问真侪问题，因认为问即寡问题，甚至是挑战咱的信仰，是一种挑找信仰甲选择的过程。也是讲辅导嘛真有信心，因为伊相信我，嘛相信即个信仰甲信仰顶面的上帝，会用咱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带领学生转来。辅导爱做的就是伫即个中间来陪伴，互学生支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出外往往毋是一个真好势甲舒适的过程。好亲像我一开始带真侪问题，转去看我的信仰的时阵，往往是要安怎？是要调整家己的，甚至改变家己信仰顶面的期待甲想象。你会当接受讲，其实你想的上帝甲真正的上帝无共款的即个代志吗？但是若是即个过程会当，互你搁较明白真正的上帝的时阵，你敢有要踏出这一步无？所以挑战是真多，搁较严重的是可能原本咱爱可能咱爱面对的是，咱爱重新调整家己的信仰，可能原本咱的信仰会安怎会放弃，但是咱愿意安尼做啊无？所以咱来看圣经的内面嘛有真侪信仰的前辈甲故事的角色，咱会当看到讲，因嘛伫即个过程中间来挑找上帝。就算即个过程其实是无好无舒适的，所以真特别是，我离开家己的母会，离开淡水，但是我嘛伫即个
离开的过程中间，找到我家己的信仰。上帝呼召犹太人转来到耶路撒冷，伫尼希米中嘛是共款的一个过程吼。无论是狩猎的犹太人，也是原本留伫山区生活的犹太人，因拢互上帝安怎呼召出外，离开原本惯势的生活，到上帝爱因转去的所在。伫迄个破败的耶路撒冷，伫遐重新起造一个厝，啥物厝？灵性的厝，重新找到上帝子民的身份认同，转来到灵性的家。各位兄弟姊妹，今日的经文真短，但是伊显出出外甲转来的冲突，恁嘛有互上帝呼召的过程，嘛可能拄拄好经历即个无舒适的状况也无。上帝可能呼召你，互你有感动，爱去面对你的关系，可能迄个人得罪你。上帝可能呼召你，爱参与伫教会的服侍内面，但是迄个服侍可能是你无想要去做的。可能上帝嘛呼召你，爱调整你即马的态度，甲你的生活方式，但是你无爱。但是这个呼召，若是会当互你搁较明白上帝，搁较明白即个信仰，安尼你敢有要去做吗？可能咱会亲像犹太人共款，彼此推脱吼，最后安怎爱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啥物人爱做即个代志。但是伫今日的经文内底，嘛有一种应允，就是上帝嘛甲犹太人同在。因为伊陪伴因，互因有即个勇气来出外。最后，我大家来分享一个抽签的故事吼。今日讲真侪抽签的代志。一年进前，毋是前啊，就是2024年的时阵，我伫新学期毕业吼。我是抽签到花莲来服侍。迄个时阵有真侪我的朋友知影讲，我要去花莲服侍的时阵，他们就用同情的眼神看我。因为伊看伫花莲是啥？伊看伫花莲是真远啊！迄个是花莲嘛安怎嘛真有限吼，无论是资源也是人拢真少。花莲吼，伊一边生活也没有比较便宜啦，因为这个物价也是要把运费叠上去的啦，很多原物料要从西部运过去。所以那边的蛋饼也是要35块、15块。要找到15块跟20块的很难呐，这样子。所以嘛有真侪朋友会甲我问讲，花莲就穿2间学校，敢有需要你去迄边的教会去做就好啊？敢有搁需要一个团队？当我到花莲的时阵，因为我爱为着台湾中心来募款，所以我嘛去迄边的教会，花莲迄边的教会来分享。定我分享了后。有几啊间教会牧师伫结束了后，拢会安怎特别来跟我握手致意啦，说谢谢你愿意来花莲。其实我听到这个道谢的时阵，我是心里面觉得有点惋惜啊，也有点可惜。为什么？因为因看家己的故乡，看这个自己养育自己的土地，就是一种什么温馨。我们很有限我们很缺。可能因看家己土地母亲嘛，亲像破败耶路撒冷共款，看袂起家己，所以因就特别来甲我说多谢。但是我今日的分享来看，我嘛是出外离开淡水来到花莲服侍，敢毋是？我伫即个过程嘛是受上帝的呼召来到花莲，去经营一个灵性的厝，互花莲读册的学生会当有一个家。会当转来，无论是基督徒毋是基督徒，拢是上帝互我的呼召。所以我嘛伫厝外的过程中间，敲找转来的路，伫即个过程中认捌家己，爱问上帝讲：你呼召我伫花莲，你呼召我徛伫即个所在，你要互我建立啥物的身份认同呢？你要互我伫即个服侍的过程中间，敲找啥物呢？
我嘛会伫即个过程中间去回答讲我是啥，嘛爱甲我的下身回答讲咱到底是啥。所以淡水教会各位兄弟姊妹，咱嘛伫即个厝外甲转来的过程中间，敢毋是？顶礼拜小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啥？有人有记得无？我是啥物人？嘿，我是啥物人？牧师有讲到讲，教会嘛是上帝的家。我想特别是伫咱备办新在等待新的牧师伫咱的中间的时阵，咱嘛伫即个起造教会、起造咱的厝的过程中间，敢毋是？就亲像上帝爱犹太人转去到耶路撒冷，爱重新起造上帝的家。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但是这嘛是一种呼召。咱伫厝外，咱是伫厝外的过程中间，记到咱爱转来。咱是有限的人，咱无法度避无先知厝外以后会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咱可能嘛无法度去知影讲新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会发生啥物代志，可能咱的心内会真惊吓，特别是伫无牧师的即个过程中间，咱可能无法度踏出第一步，参与伫教会的服侍、聚会、甲礼拜内面。但是今日的经文但是咱会当看到信息的上帝甲咱讲，伊必定引带咱、等待咱到伊的厝内面，就亲像上帝必定甲会转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同在。咱拢会当，毋茫咱拢会当回应上帝伫咱心中的呼召，开始出外的路途，超找转来的路。原来会当用实际的行动，透过服侍上帝、服侍人、服侍彼此，来起造人生的家。伫即个服侍的过程中间，来回答我是啥。我的身份认同是啥？嘛甲咱的兄弟姊妹、甲淡水教会的团体来回答讲，咱是啥？愿咱会当伫上帝厝内面相拄，因为咱已经是上帝厝内的人啊！咱三个来祈祷。向阮的主，阮真感谢你，你引带阮会当三个住持伫遮。成做一个人，愿你的信心会当一直甲阮同在，陪伴阮伫起造上帝厝顶面，会当彼此相听，彼此来服侍。阮的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